住手！敢调戏我周家的人，你们3个活腻了吧？你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？他说他是九原郡的周平。不是，你们3个，咔！这谁要去啊？这么不懂规矩啊！个个都像你这样加词儿，剧组还干不干了？对不起啊，导演，我的问题我来解决。你干什么？姑娘不可！各位，继续开工！你搞什么？你会不会演戏啊？我看你这身戏服也不像我们剧组的，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？此女穿着竟然如此大胆奔放，本侯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，哎，怎的走了？哇，如此神力！不对，小美女，陪爷几个喝点儿。莫非是有妖人在此聚集，想害本侯？万不能在此折戟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何方妖人？速速现身，留你全尸！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么冷？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尔等鼠辈，本侯今日就让你们知道何谓一力降十会！里面装炸药了。猛人啊！此地究竟是何处？这铁盒子非活物，何故能奔走？这些行人如此奔放，莫非本侯早已身死，来到了天堂？问天散打俱乐部陪练缺人，这问天散打俱乐部又在招陪练了。这最近招到陪练1天都撑不住，就被横着抬出来。哎，那点陪练费还不够去医院的呢。现在呀，就算涨到500一天，都没人敢接了。500块，应该是此地的银钱。听这几人的意思，还不少。这贤弟，这消息保真吗？自然是真的。只不过这里面有一位省级散打冠军啊，别人倒还好说，那他的陪练可不好做，挣的那点钱还不够医药费的呢。是啊，兄弟，听哥一句劝，踏踏实实找个班上，真没你想象的那么累，何必去干那挨打的活？哎！我说你们在玩呢，给我认真点儿！教练，不是，这最近还没找到陪练吗？你次次下重手，现在凶名在外，陪练不好招啊！哎，那你想想办法啊！哎，请问这里是在招陪练吗？哎，是的，1天500。小哥，你要当陪练吗？真的1天500？
真的1天500。那万一把人打伤了，要赔寻医问诊费和汤药钱吗？不赔的啊，医药费自理，我们概不负责。真不用？真不赔。好，那我想来试试。好，太好了，来了一个大块头愣头青，正好不用给孟获充当临时陪练了。大块头很不错，之前练过搏击吗？搏击是什么？做陪练只有大块头可不行，不懂基本格挡动作的人可不经打。梁叔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去剧组客串，在冰库遇到一个猛人，他直接一拳头。猛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好，我叫叶禅，刚刚咱们在冰库见过的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途经此地，听说这儿的百姓要招什么陪练，正好我对这方面感兴趣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。你要来这儿当陪练？那也太屈才了呀！你叫什么呀？会搏击吗？搏击究竟是什么？怎么每个人都要问一遍？这偌大的天堂，想找个吃饭的地方都这么难吗？在下吕布。吕布，此人能把冰库门锤成那样，那可是铝合金，他肯定不简单。有他在，日后让梁叔训练训练，说不定能解我们俱乐部的困局。你刚才说你对这方面感兴趣，那有没有兴趣来我们俱乐部打比赛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不仅包吃包住，赢了还有奖金拿哦。本侯初来乍到，不如先应下，一旦苗头不对，再撤走便是。不，定不如命。只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鸡，我真不会。哎呀，那不要紧，只要让我梁叔训练训练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哎，不行，他只能做陪练，咱们又不是开拳击馆的，要这么中看不中用的大块头干什么？哎呀，孟哥，你不知道。哎，小张，你和这个穿戏服留长发的怪人，你们很熟吗？不是我。这点不训练，都站着干啥呢？爸妈。老梁，你这是趁我们出去旅游散心，带多了呀？呀，哪来的大老板穿成这样？复工啊！哎，爸妈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哎呀，好啊，你们两个去旅游，留我一个人在农村放牛。哎，对了，快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就是这位。在下，那个有吃的吗？小婵，这你从哪儿捡回来的呀？不是我捡的，是他自己看到招陪练的信息就找过来了。我跟你说吧，这个猛人，他哐哐几拳就能把冰库的铝合金门给打爆了，超级厉害。看爆铝合金？你这妮子，你在剧组里面待了几天，脑子都糊涂了吧？就算因为他长得好看，块头又大，对他青睐有加，你也不能吹这种牛吧你？对呀，小婵，这剧组的假道具多了，你是不是看错了呀？哎呀，爸，我没有看错，我又不瞎。小婵呐，那你是不是因为曹氏武馆的事，导致最近压力太大了呀？不是我。曹氏武馆是啊，算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吧。这几年曹氏对我们虎视眈眈，经常截留我们的生源，断我们的财路，想以此逼我们妥协。最近有屡次挑衅，估计很快就要上升到动手了。断人财路，有着杀人父母，这曹氏岂有此理！果然姓曹的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吕布啊，吃饱了没有啊？不够再煮。多谢款待，如此精良，不，吃得很饱。哎呀，爸！吕布啊，听说你对搏击感兴趣，之前真的没有学过搏击啊？不懂得什么叫搏击，但不懂得战场厮杀，还有排兵布阵。
我看你啊，说话是前言不搭后语，这个脑子不好，还是不要打比赛，免得傻上加傻呀。孟哥，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呢？他真的很厉害。他哪儿厉害了？好了，不会搏击没有关系。你看这块头，这一身肌肉，当个陪练绰绰有余了，就先从陪练干起，好不好啊？那当陪练的话，包吃包住吗？包，还有工资呢。我叶家武馆虽比不上曹氏武馆，但还不至于被一个员工吃垮。好好干，好好干，好好干，好好干。那，这就是你以后的房间了，你以后就住这儿。隔壁是黛玉和萧凤，晚点介绍你们认识。何方有误？哎呀，放松点儿，这是电视机啊！电视机为何能失误啊？我去，你不会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吧？哎，这电视机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可以播放视频的铁盒子，这里面的画面都是提前拍好的。这是遥控器，可以换台，拿着。对了，你微信多少？咱俩加个好友。为何你这小板砖也能发光失误？哎，也是，你连电视机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更别说手机了。算我好心，我外卖给你下单一个，等你发了工资记得还我。曹贼！我操！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这假的！本侯要把它吹成肉饼！冷静点，这是电视剧，不是真的了。新版三国你没看过啊？虽然他的真名也叫曹操，不过人家就是个演员。三国叫曹操的演员，今夕是何年？2026年啊。2026啊，真没想到，居然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，这大耳贼也能跻身其中。这扮相不错，但其高大威猛，远不及本侯的1/10。哼，哎，你知道吕布吗？这谁不知道啊？虽然他跟你名字一样，不过他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。本侯就知道，还是有人记得本侯的。三姓家奴嘛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审时度势。一个起于草莽的少年，从寂寂无名到被18路诸侯追捧，最后封侯位即人臣，这难道不是一部伟大的奋斗史吗？走，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哎呀妈呀，笑死了！哎，你家哪儿的呀？吾乃五原郡九原县人是也。不是，你真是野人啊，只知道古城。九原县，内蒙古包头的，怪不得块头这么大。对了，你身份证得给我一下，我去给你办个卡，买点保险，再做个工牌什么的。你这衣服跟发型也不行，也得换一下。身份证为何物？我操，不会吧？你不会还是个黑户吧？哎呦，不行，这我得跟老爸商量一下怎么处理你。你在房间好好待着，我晚上带你 shopping 去。生皮，本侯在世人的眼中真的有那么差吗？贤弟，你觉得东汉时期的吕布如何？吕布，那个三姓家奴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方天画戟，专统义父。
东投西靠，朝令夕改，不忠不义。那曹操呢？乱世枭雄，建安风骨，多喜人父，但是个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爱才惜才，是个良主。本侯的风评竟还不如曹贼。他曹操就是乱臣贼子，而吕布再怎么说也是大汉的忠臣。乱世之下，18路诸侯都在背逆汉室，只有温侯到死，都是大汉的温侯。你这样说的有道理。这样说来，吕布还是个忠臣。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是。来，曹老板，你坏死了。老板，今天市级搏击比赛出现了一匹黑马，我们要不要？哎，市级而已。这些媒体就喜欢夸大宣传，什么张杰伦暗巷齐新欢，不就买个新车吗？懒得看，无聊。老板说的是。叶家那边还没松口吗？做事情要恩威并施，需要时也可采取必要手段。明白。这死乌叫是没有活物快啊！我的赤兔马跑得比这快多了。哎，我的发型是不是乱了？你说说你怎么就是个黑户呢？你怎么长这么大的？要不是你是个成年人，我爸高低得怀疑你是不是被我拐过来的。本侯真没想到，来了天堂却成了黑户。难道本侯到死都没有人收尸，所以才成了黑户？不过这事你真得好好谢谢我，要不是我力保你，你就永远都是个黑户了。什么？你说他是黑户？老爸，他真的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，也许可能大概是小时候走丢了吧。咱们可以办个收养手续，让他挂靠在咱们家名下吗？小婵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怎么长那么大，又怎么来到这里的？你说你在片场遇见他的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为什么偏偏是你遇到了？可是爸，他真的很厉害，有他在，咱们就不用怕曹氏武馆了呀。真有你说那么厉害，就更可疑。小婵，我知道他长得高大，又有几分姿色，你喜欢也很正常。本来呢，做个陪练，养着玩玩也就罢了，但你现在跟我说他是个身份存疑的黑户，你让老爸怎么放心？爸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是贪图他的美色，我真的觉得他有能力帮我们对付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给老爸一点时间查查他的底细，如果真的没有问题，留着你养着玩玩也行。耶！我就知道我的老爸天下第一好。你呀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姑娘大恩，吕布没齿难忘。行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文绉绉的？哎，你那个时候怎么就突然出现在片场的？你以前的人生轨迹真的是一片空白哎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是被人吊在白门楼上给勒晕了，醒来之后就到了你说的那个片场了。得了，不想说我就不问了呗。走吧，先带你去上个户口，有了身份证才能买保险，我们可是很正规的。走吧。哎，我在家怎么跟你说的，你还记得不？我记得，我叫吕布，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。很小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那个人，为了躲避超生罚款，被父母送到了远房亲属那里。又因为地方太偏僻了，没有赶上人口普查。再后来，因为父母死了，我就彻底变成了一个黑户了。对，骡子可教也。走了。早上好。这是你的工服，还有工作证，这就是以后你在我们俱乐部打工的身份证明了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这是你的身份证，收好了啊，这可不能随便借给别人。还有，不能对着手机随便点头摇头，知道不？我知道了。现在你再想偷偷去网吧，就不用顺别的小师弟的身份证了。
你这吃辣程度就堪比广东人啊！没想到你这么大块头，连辣椒都吃不了。我好了，走吧。嘿，你别说，这么一收拾，看着帅多了。走走走，一块上网吧开黑去。哎，走。开黑是什么？嗨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哎，不对，他没身份证怎么开？嘿嘿嘿，好说好说，不就是一张身份证吗？哎呦，你小子，还是你深谙歪门邪道啊！走了，走，去。往事如过眼云烟，天命让我来到这里，那就重新开始。以后我就是吕布，而不是什么大汉文侯了。东西收拾好以后就出来吃早饭吧。好。这么晚来找我，怎么啦？我想借你房间的电脑用一用。进来吧。喏，你用吧。你先用吧，我去给你找点喝的。曹操叫曹操不稀奇，稀奇的是那个叫曹操的演员，竟然与我认识的那个曹操长得一模一样。我不信这世上有这么巧合的事。既然我能来，那么曹贼说不定也可以。从武打演员到商业大鳄，这之中不得不说的一二三事。演员曹操横空出世，观众直呼谣言将曹操本人演活了。不是喜欢少妇，而是喜欢成熟女人。这不是曹老板吗？你研究他干嘛？你们俩有仇啊？你猜我为什么叫吕布？不会吧？你跟他真有仇啊？你起这名字，该不会就是为了记住你们俩的仇吧？真是个怪人。像，太像了，说一模一样也不为过。得想个办法探探虚实，这次绝对不能再让悲剧重演。哟，很热闹啊！笑面虎陈立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这里不欢迎你。叶先生，之前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们老板可是等得很着急。曹老板所求之事，叶某恕难从命，让曹老板死了这份心吧。曹操，就是昨天晚上我在你房间里查到那个人吗？亏我之前还觉得他很励志，没想到私底下竟干这些黑暗的勾当。叶先生，我好说话，我们老板可没那么好说话。我劝你想清楚再回答。今日我若得不到满意的答案，可就要派人来踢馆了。你一日不松口，我就找人来踢一日，到时候天天有人来你这儿踢馆，我看你这武馆还怎么开下去。你以为我叶问天怕你？尽管放马过来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谭家三兄弟门面谭破云前来请教。踢馆就踢馆，还请什么教啊？谭家门板谭杰前来踢馆。谭家门槛谭春前来踢馆。门面、门板、门槛，他们是当地的木匠吗？站在中间的那个是上一届全国搏击冠军谭破云，目前是曹氏武馆的签约选手。他的两个兄弟也是天资卓绝，据说全是冠军级种子。谭杰更是拿到了下一届全国搏击比赛的入场资格。年纪最小的谭春也不容小觑，实力不输孟获。吕波，你觉得他们三个怎么样？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土鸡瓦狗，插标卖首尔。你是何人？在下吕布，是叶家俱乐部的一名陪练。一个小小的陪练也敢犬吠？你们叶家的人都死绝了吗？好了，何必跟一个陪练逞口舌之快？他这种人连上台的资格都没有，咱们手底下见真章。叶先生，
我再问你，叶某还是那句话，随时恭候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上来，我一个人干翻你们所有人。小芳，我先打个样。门槛别嚣张，理我踏破你！狂妄！大人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的技巧都不堪一击。大人，大人！问天散打俱乐部，孟获。你也不过如此嘛！有点功夫，能将我击退数步，已足够你造了。不好，他要废了孟获！住手！住手！志勋，我们认输。陈烈，比试而已，何故伤人性命？弱者只配被践踏。叶先生，同台竞技难免伤亡，其实只要您愿意，完全可以避免这场争斗的。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？财主，欺人太甚！要实在没有人上台，就赶快认输吧。我们的时间很宝贵的，没工夫浪费在这群垃圾上。谁说我们没有人啊？吕布，你上。我？那如果我一个不小心把他们打死了怎么办啊？你个小逼崽子！哼！叶先生，认输有那么难吗？如今黔驴技穷了吧？竟然要求助一个小小的陪练。小小叶家，我三弟一人出手，便可挑翻全场。吕布，上！我相信你，快去！你小子还真敢上来呀？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得壮，就以为自己很能打呀？你少嚣张！哎，既然上台了，那就试试吧。打不过千万不要逞强，你只是一个陪练，认输不丢人。我只想问一句，打伤了医药费需要我赔吗？医药费没有，打死了有丧葬费。找死！三弟，这就是你目中无人的本钱吗？水平远不如县镇营中的一名小卒。怎么会？他怎么能瞬间爆发出如此的力量？这么强！我操！原来之前他说自己厉害不是吹牛啊！是啊，吕布干得漂亮！哼，什么门槛？我看叫踏脚石还差不多。哼！一个小小的陪练，竟敢对我三弟下如此狠手！我要你付出代价！谭杰，给我解决这个陪练！怎么像打到秤砣一样？找死！
上一季的全国搏击冠军，名不虚传呐！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相信吕布。你的水平勉强够格进县阵营。好硬的，厉害！叶问天，你要一条路走到黑吗？是又如何？难道现实还不够惨烈吗？啊！好，好，好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硬撑到什么时候。我们走。不知道他们这次大败会不会把他们背后的曹贼引出来。吕布，没想到你不仅块头大，战斗力也爆表啊！吕布，我知道你厉害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连谭破云都被你一招给制胜了。他可是上一届的全国冠军啊！冠军，岂不知当年的关张之勇也皆是万人敌。没想到我俱乐部真是卧虎藏龙啊！吕布，你今天可是我们俱乐部的大英雄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是你们给了我身份，才让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立足。哎，哪说得上这些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吕布，你以后想不想打比赛啊？让老梁带着你一块训练。是啊，你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不打比赛可惜了。太好了，吕布！不，飘零半生，只恨未逢明主。攻若不弃，愿拜为义父。这什么白衣服？你不叫武德你？我拿你当学员当小弟，你居然要当我当九哥你！昏过去了。哎呀，快扶走扶走！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就爱玩网络梗，起来起来！怎么能随便下跪呢？男儿膝下有黄金。您收留了我，还给了我身份，又给了我一份工作，自然当得起这一拜。哎呦，不得了了！这么多人来踢馆，居然都打不赢人家一个陪练，真丢人呐！请问，我想把孩子送你们俱乐部学搏击，在哪里报名啊？哎，我也想把我的孩子送进来。哎，各位，在这边报名啊！这是我们的金牌教练，省冠军孟获，还有吕布，都是他在训练。早报享优惠，晚报晚享受，大家走过路过瞧一瞧看一看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哎，我报名，我给我家孩子报一个。此人实在生猛，连续踢馆1个月，不管什么层次的人他都照打不误。再这样下去，叶家怕是啃不下来了。陈秘书，要是实在没人，就收手吧。你说的嘛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的技巧都不堪一击。叶问天，你别太得意。哎，谢谢你啊，这1个月来不辞辛苦，免费给我们打广告，女人还怪好的嘞。走。背了你的脸。瞄准他的要害，发力，打他，发力，打，杀呀，杀！祖宗，哎呦，我的祖宗哎！快停下来，带他们去玩会儿。哎呀，人家来学搏击，你怎么教人杀人呢？可我就会这个呀。再说人家花钱来学艺，我肯定得教点真东西啊。有道理。那你会教人防身术吗？防身术，这个可以。好，我马上做个训练计划，就教防身术。防身术。这个陈丽屡战屡败还不收手，这总是一天天来，也影响我们吃饭呢，真是烦人。那不如我现在就去把他给杀了。可不管乱说，咱们这是法治社会，杀人是要坐牢的。但是可以暗戳戳的把人套上麻袋打一顿。
么能做打人闷棍的事情呢？你说什么？连续踢馆1个月都没有把他们砍下来？你是说我声名赫赫的曹氏武馆的人，居然打不过他一个小小的叶家？叶家收了个很能打的义子，咱们的人无论什么层次，在他手底下都过不了一招。有如此猛人，你怎么没有发现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板，我这就去想办法，想办法。该死的叶问天，该死的吕布，害我被老板骂。我要让你们知道得罪我的下谁啊！气死你！这就晕了。我下手很轻的，我避开要害，专打很痛但只会轻伤的部位。我就是轻轻摸了一下。走走走，跟我来。走。还好老子聪明，跟老板这么多年，白手起家得罪不少人。这种事轻车熟路。都鼓包了，下手真狠呐！算了，我陈立也算是头角峥嵘之辈。他说什么？头角峥嵘？我就说我没下重手吧。哎，干杯！布哥，我真是太崇拜你了！1个月了，所有上门踢馆的人，你都是一招，简直就是盖压群雄，太厉害了！我敬你呗！哎，低调低调，无他，唯手熟尔。来，我说啊，你现在说话就得现代一点。开了这么久的黑，这句话翻译过来应该怎么说？布哥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说来听听，布哥。机操56。哎，可以，有点意思啊！你别说，我觉得这个名字还真配的，这就叫做真吕布在世。哎，不见得，我觉得布哥比三国那个吕布讲义气多了。要真的是那个吕布，肯定早跑了，是吧，布哥？我那是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哎，入戏深了啊，罚你呗。那个我倒是特别认可布哥之前说的，吕布是一个忠君之人，而且我觉得吕布他很神勇啊，就凭他一个人能单挑刘关张和辕门射戟，我就非常佩服他。单论这武力值，那绝对是举世无双啊！哎，布哥你说对不对？孟帝懂我，懂你，布哥来，干！呵，我靠，兄弟啊！今天晚上这手吕布玩得溜啊！哎，低调低调，怎么说靠代打也赚了点小钱儿。今天这顿烧烤，哥们儿请了。果真吗？义父，拿，一生义父，就只值一顿烧烤，真没出息。干！来，干！怎么了？哎，这个铁盒子值多少钱？落地100万吧。好好工作，以后咱也买。行，好好工作，驾！这人是
世间想死的人这么多，应该是我眼花了。哎，小婵，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说呗。我想问问你，曹的事，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曹老板。他呀，他之前是个演员，在剧组干了几年以后，就慢慢转到幕后去了。不过他这个人确实挺有头脑的，干一行成一行。现在他的生意遍布各个领域了，也包括各类武打比赛。这些我在网上都查到过。我其实想问你的是，我想问你，他有没有杀过人？杀人？吕布，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，但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杀人是要被枪毙的。曹老板之前确实是武打出身，行业内也挺推崇他的身手，但也不至于到杀人的地步。我明白了。哎，那我们这先走了，孟获他们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梁叔去接他们了。哦。你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我昨天被人套了麻袋，老板不用担心，属下都习惯了。以后出门还是要注意安全，多带几个保镖在身边。属下明白。对了，业界的事先放一放，新一轮的搏击争霸赛要开始了，挑几个好苗子去打比赛。还有，操盘的事也交给你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哎，还有时间，先把你伤养好。谢谢老板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新一轮的搏击资格晋级赛。干什么呢？哎，轻点，待会儿还要上台打比赛呢。那不快走！还看？不让你看。哎，孟获，有些事儿是强求不来的，好好备战比赛，名利和家人总得捞到一个啊！凭什么他后来者居上？老板，这是我们此次下注的对象，请您过目。就按你说的办。跟我这么多年，这点能力我相信你还是有的。多谢老板信任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问天散打俱乐部的新人选手吕布。吕布，这人谁呀？以往的比赛怎么没见过？敢取这个名字，也不怕背上大英国。吕布，好耳熟的名字。老板，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过的，让曹操在叶家吃瘪的人。有趣，吕布对曹操果然是冤家。不过，能让曹操吃瘪的人，怎么会刚开始打资格晋级赛？去查查。是，明白。这个人，就是一会儿我要打的人吗？
不会吧？我跟你说，他可是裁判，打他你就输了。哎，这还用问？布哥肯定知道，是吧？我还以为他是对面的先锋呢，本来想着上去直接给他撂倒。不是，梁叔，你是没给布哥教规则吗？我也没想到不能打裁判还要提醒啊！刚才只顾着叮嘱他别忘记了训练时候的得分点跟比赛规则了。哎，梁叔，如果说一会儿他要拦着我，我该怎么办？那你就必须得停下来。对手失去攻击能力之后，裁判开始数倒计时，你就不能再打了，更不能打裁判。千万记住，一定不能打裁判。千万记得啊，我跟你说的那些规则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像这种层面的比赛，只是为了让你获得一步步向上打的资格。记住，不可下死手，但可以速战速决。记得我怎么跟你说的吗？以优势取胜。去吧，这种比赛对你没有压力。打完回来给你庆功。加油，加油！第一场，吕布对战路亚。预备，开始！3、2、1，开哟！吕布胜！还真是个好苗子，底子好，根骨上乘，怪不得能让曹操铩羽而归。哟，曹老板这么个大忙人，怎么今日会来看这种资格晋级赛呢？莫不是？哎，哪儿比得上马老板呢？连谈生意的时间都没有。怎么会是他？曹操，真是的，连续1个月踢馆失败都没露面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。吕布，你刚才真厉害，你都不知道你那一拳打得真漂亮，真不赖啊！真厉害，布哥，厉害呀，布哥！你怎么了？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我刚看见曹操了，他就在主席台旁边坐着，就在那个方向。没有啊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，换事了？走。老板，这次的收益……这次比赛是不是有一个叫吕布的选手？是啊，老板，吕布就是叶家收的义子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老板，你也没问啊。哎，就算他表现超纲，但这只是资格晋级赛，不见得他就能笑到最后。我是说，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他就是叶家的义子啊？马上给我查他的全部资料。是。去。老板，这是怎么了？来，吕布，今天是你的大好日子，我敬你一杯。希望你能够在搏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哟，吃火锅呢？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要不是老板要来，你以为我乐意来？阔别多年，文侯风采依旧啊。文侯，故人相逢，不请我坐坐吗？
曹老板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这儿没有叫温侯的人。没错，我们这只有俱乐部的兄弟。数年不见，温侯变了很多呀，竟然甘居人下打那种低端的比赛，真是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了。曹老板，你不请自来，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是亲自为陈秘书找场子？温侯可是不愿与故人相认。我都说了，我们这儿没有叫温侯的人。曹阿瞒，温侯还记得曹？你们几个不许动！吕布，别冲动！别过来！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恩怨。停！温侯不愧为第一猛将，这么多年，神勇依旧啊！少说废话！看来温侯对曹还是有所怜惜的嘛，不见得下死手。给本侯闭嘴！就在刚刚不久，我查了你这些天的所有资料，你心中既有对现状的眷恋，也有对前世惨死的不甘，但那也是上一世的事了，何不好好的坐下聊聊？我撩你老母！老板，吕布，别冲动！老板，您怎么样？痛快！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，论勇猛，无人出温侯之右。你还说？还敢笑？我不杀你，只是因为我想引你去坐牢。如果你还敢挑衅，信不信我真的杀了你？吕布，你别欺人太甚！哎，你的脾气还是这么硬，怎么样？要不我站着让你白打一顿，可否能让温侯消气？哼！经过那么长时间相处，他不会是那种人。人往高处走，我们也得做两手打算。老梁，你带孟获出发吧。哎呀，老叶，别说了。孟获，在。哟，不错嘛，都用上菠萝手机了。看来你对这个世界适应得很快啊。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，别顾左右而言他。文侯，当真如此恨我？当年濮阳一战，你也差点杀了我，咱们一来一回，算是扯平了。冰释前嫌如何？冰释前嫌？文侯当年可是真真切切的被尔等给杀了，在白门楼城下，尔等的嘴脸，本侯记忆犹新。吕布，你们谈的怎么样了？怎么没动静了？无事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呐。你可知当年你为何非死不可？还不是那背信弃义的大耳贼进谗谗言，还有你听信谗言的小人。是，也不是。大事如此，各方诸侯都在争渡，只有你看似什么都争，但实际上一旦安全就会停下来。你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，所以没有可靠的盟友，谁都不敢跟你做盟友。
生怕一个转身就死在你手里。你是一把敌我不分的刀，这才是你必死的原因。因势利导，这难道也有错？我只不过是想活着。我想过要名利，但我从未背逆过汉室。最起码，我是大汉的忠臣。正因如此，天下群雄在乱世中或谋权，或图霸，或割据一方，而你作为主上，没有野心和目标，如何能御下？而作为臣下，你没有忠诚，主上又该将你这把随时会弑主的利刃摆在何种位置？那我就该死吗？战场中但凡出现一个变数，就足以扭转乾坤，争夺天下也一样。你吕布就是这个变数，抹杀你是形势所迫。我派人查过你，你是刚来这个世界不久吧？你可知我来到这个世界多久了？整整15年。15年呢！一开始我也心有不甘，我征战了一辈子，最后还是没能一统江山。最后我想开了，山河一统非一世之功。我也会感慨呀，所有的热血征战全成了黄土一捧。诗人说人生如逆旅，翻开史书，和我同时代的人都已灰飞烟灭，没有人知道我是曹操。你知道吗？在做演员的8年，所有人都认为曹操是我的艺名。我接下新三国的时候，观众都说我演得好，没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我。你可知这是何种滋味？他来了15年，为何是15年？按照史书记载的死亡顺序，也应该是我先到这个世界才对。往事如过眼云烟，我们应该活在当下。当年的群雄逐鹿、鲜衣怒马早已成过去，现在是难得的和平大事，打打杀杀那套早就不吃香了。那些杀招被剔除掉了，致命的动作换成了更具有观赏性的动作。这个世道变了，变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想告诉我，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是不允许杀人的。你只是怕我要把你杀了罢了。不，我是想说，和我联手吧。我们在这个和平盛世联手打造出一个商业帝国，我送你登上搏击界的巅峰。吕布，不好了！他怎么敢？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，考虑好随时联系我。我们走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爸刚给我打电话，说梁硕跟孟哥出事了，出手的人是曹操的手下谭破云。什么？他怎么敢？莫非曹操今日拉了武士甲，趁机废了孟获才是真的？不对，梁硕和孟获不是在俱乐部吗？难道那谭破云打上门来了？我爸和梁硕想为俱乐部结婚，前段时间和山水集团的马奎接上了线，他们要求我们为他们打5场带有赌博性质的比赛，也就是地下黑赛。然后梁叔就带着孟哥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接下来？本来没想接的，爸也是临时决定的，我刚知道。吕布，我知道你跟曹操的关系不一般，能不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求求你晚一点离开俱乐部。梁叔出事了，你再走，俱乐部就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不会离开俱乐部的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吕布了，我也不会再去过以前那种东投西靠的生活了。天下群雄在乱世中或谋权，或图霸，或割据一方，而你身为主上，没有野心和目标，如何能御下？作为臣下，
你没有忠诚，主上又该将你这把随时会弑主的利刃摆在何种位置？在这个世界，我一定要真正抓住点什么。我是吕布，一个全新的吕布。行了，别哭了，赶紧带我去找梁叔他们，晚了来不及了。起来！什么东西啊？害老子输那么惨！就这还热门选手？就这啊！退钱！退钱！打假赛！退钱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老梁，马奎，言而无信！岳文天，究竟是谁言而无信？我点名了要吕布来，你却送来这么个废物！我还没怪你害我输了比赛，你倒先怪起我来了。老梁，你怎么样？孟获，救救他！那他呢？为什么？他只是个教练，你为什么对他下手？赛场有赛场的规则，他想挑战这里的规则，终止比赛，那就要做好被规则反噬的觉悟。马奎，你找的人质量也不行啊。动手！是。不要！停下！快停下！再打就出人命了！马老板，我们的合作终止，让谭破云赶快停手。孟获已经没有还手的能力了，再打就出人命了！我求求你，那可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啊！岳文天，我说了，把吕布给我找来，不然，你待如何？梁叔，小点，你来了。听说你找我，把他放了。马老板，你看上的这个新蛐蛐，除了块头大、嚣张点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吧？你们叶家送了个赝品来，害我输了这么重要的赌局。你现在上下嘴唇一碰就让我放过你兄弟，你哪来那么大的脸呢？你放还是不放？还可以放，不过嘛，你帮我打3年比赛，且胜率必须达到80%，我不仅可以放了你兄弟，还能给你们俱乐部一大笔投资，帮你们渡过难关，怎么样？谭破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是曹操的人吗？你还不配知道。考虑考虑。你休想！臭婊子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我本来想按照你们这里的规矩来办事，但是你们如此贪婪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保镖，保镖！谭破云，给我打死台上的废物！你再敢动他一下试试！我就动他了，你能怎么样啊？也死定了。孟获，孟获，你怎么样？兄弟，你来了。走。
生在盛世，自诩人上人，却将武夫视作你们逗乐解闷的蛐蛐，那就要有被武夫反噬的觉悟。说，背后指使你们的人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事？快说！老板，不好了，我们被举报偷税漏税，参与围攻黑菜，上头来人查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我靠！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招惹曹操。你倒好，被谭破云那废物忽悠几句，找不着北了。现在好了，钱都没了，你满意了？我他妈一辈子的心血呀！少宽、马奎，都是因为你们俩。要不是你们忽悠我，说这有块大鱼，那我们割韭菜，我怎么可能参与你这种龌龊事？我的钱也没了。你他妈的凭什么打我？你打我干什么？我们赶紧先走吧，他们两个需要治疗，这里会有人接手处理的。走。你们花我钱！还有你们这打你们！车备好了，先送他们去医院，这里交给我。都怪我！爸，你别这样。我不该答应马奎的合作，不然孟获和老梁也不会出事。现如今再说这些都晚了。叶叔，这件事情您做的确实欠妥，你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的。别说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曹操步步紧逼，我们的生源已经完全断了，俱乐部真的没出路了。我从来没有刻意隐瞒我的来处，再加上昨日曹操来找我，想必你们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。您是怕我和曹操走，所以才答应的，对吧？你们都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，就把我像货物一样让来让去，还说在你们心中，我吕布就是那种朝秦暮楚之人。难道你不是吗？你，医生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病人已经没事了，只是伤筋动骨100天，要仔细养着。谢谢医生。老梁，你醒了。梁叔。哎，别急着起来，你需要休养。孟获呢？他怎么样了？孟获伤得很重，医生说需要好好养着。老梁，是我对不住你们，要不是为了俱乐部，你们也不会受伤。不怪你，本来这场比赛孟获的对手不是谭破云，是那吴力中途接了个电话临时换的。我看他上来就下死手，察觉到这其中水很深，想要终止比赛，没想到。对了，我听他们的意思，本来这场比赛冲的是吕布来的，没想到出场的是孟获，原本来的大佬就这样跑了，所以他们才这么生气。那个人会不会是曹操啊？不会，不会是曹操，他也是受害者。后面的人是想把我们给一锅端了。吕布，你听我说，我怀疑叶家和马奎的合作就是个法子，背后的人是冲着我们来的。我们？是，我们。我这边的公司出现了问题，背后有人针对我，他想利用谭破云挑起你我之间的恩怨。吕布，人命关天，孟获要死了，相信我。接下来听我安排，拖住他们。好。
吕布，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会是敌人。不可。醒了，孟哥，你醒了。醒了好啊，醒了好。不可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你救场的时候摔炸了。我现在相信你之前说的，他能把李和亲吹跑了。你好好养伤吧，别贫嘴了。老爷，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梁叔，不要紧吧？梁叔，少一疼吗？来一根。怎么样？带劲吧？带劲。考虑好了？我不能跟你走，我的身份还有户口都是叶家给的。你想与我合作，可以与叶家谈。温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优柔寡断了？不是你和我说的吗？说我人生没有目标，像一颗浮萍，随风漂流，所以我才东奔西跑，没有归宿。我也想在这里扎根，重新开始。叶家给我饭吃，还有一个信任我、呵护我的女子。你说的嘛，我们之间不会是敌人。哎呦，你真的变了很多，连这都学会了。行，叶家就留给你了，我们联手走出去。好，曹老板，接下来就看你的操作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看史书上记载的是我死之后，你22年之后才死的，为何你提前15年来到这里啊？我也是纳闷儿，我病逝的时候已经66岁，但来到这个世界，身体却是20多岁的样子。你又怎么会这么晚？我醒来之后就在这里了，无缝衔接。行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吧，我得回去了。哦，行，后续合作我和叶问天谈，你回去吧。我收起之前对你的评价，吕布就是天下第一豪杰，仁义这块没得说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 A 市新闻报道，这里是中国搏击争霸赛的现场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有点怀念当时还有人提醒不能打裁判的吕布。真的吗，梁叔？到时候我真把裁判打了，你又该不乐意了。瞎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！好好打比赛，给我拿一个搏击王冠军回来，到时候我亲自给你和小婵当证婚人。梁叔，你再乱说我就生气了。就这么定了。你也跟着添乱。走吧。听说这次搏击比赛出了一匹黑马，叫做吕布，一路 KO 对手，强势崛起。是啊，现在铺天盖地都是和他相关的新闻，炙手可热呀。是啊，还有业内人士预测他是此次夺冠的热门选手，有机会走到总决赛呢。你看，
我宣布，吕布胜！太棒了！吕布！伴随着半决赛的落幕，获得最后一个决赛资格的是吕布。竟然真让你闯进搏击的赛道了，有趣啊！喂，1个多月了，马奎那边还没有动静吗？老板，正要跟您汇报呢。马奎偷税漏税，参与地下黑赛，1个月前已经被抓了。什么？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？动作这么快？举报的人证据齐全，调查组的人直接上门抓的，根本没给我们反应的时间。A 市那边口风很紧，我们昨天才收到马奎被抓的消息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！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，请尽快配送。一个没注意，居然让你成了气候。刘管家在，把二爷请来。是。大哥，今天又去送外卖了，我今天绿豆还没洗完呢，换我前来合适啊？你看，眼熟吗？这是吕布，真是那厮。应该错不了。A 市的马奎，你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。那是前几年我们暗中培养起来掣肘曹操的人。这步棋走废了。我刚收到消息，马奎被抓了。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？2个月前，我得到曹操想并购叶家的消息。曹操屡次派人上门踢馆，都被叶家的一个义子给挡下了。喂，不好了，大哥！曹操说要吞掉出了个省3大冠军的叶家。你是说曹操要吞掉刚出了个省3大冠军的叶家？是的，匡大哥。不过他派去踢馆的人都被叶家刚认回来的义子给挡下了。想办法阻止曹操，不能让他再继续壮大。对了，那个义子是什么人？能招揽过来吗？那个人叫吕布，我看过他的资格晋级赛，确实亘古上佳，实战功力深厚。吕布是重名还是？大哥，怎么了吗？查一下这个吕布，事无巨细，查到了马上发给我。好。义子，哼，倒真是他一贯的作风。我判断，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吕布，而曹操和吕布都在 A 市，他们迟早都会遇见，我不能不防。我就给马奎下达了拉拢吕布的命令，拉拢不了，就挑起2人之间的矛盾。没想到这个废物居然自作主张安排吕布去打黑赛。什么？这个蠢货 ！A 市是世界的贸易中心，曹操在 A 市的势力盘根错节，本来想借马奎的手进军 A 市，没想到多年的心血竟一招被连根拔起。废了再培养就是，即便是真吕布，一介莽夫，在这现代社会翻不起什么风浪。我和三弟早已不是当时的神躯，况且我们从来没有以真名示人，更和曹操没有打过交道，他应当不知道我们的存在。他明我暗，优势在我。不可大意，你去组委会那边疏通疏通，在决赛上安排三弟用真名跟吕布打，看他真美。你也跟着过去，亲自查一查他们现在的关系。好，那大哥，我的绿豆怎么办？放心，我让刘管家帮你看。行，我这就去。先是我们兄弟3人，再是曹操，最后是你。
其中究竟有什么渊源？试试，我们那时候可没这条件。会用刀叉吗？一块肉而已，瞧比谁呢？哎，你这是牛角牡丹，你现在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，要优雅。来。哎呦，这曹老板还这么会伺候人呢。吃你的吧。你刚刚自己说的，要优雅文明。尝尝，这叫香槟。来，没有以前我们喝的酒烈呀。你呀，挑剔。对了，我这儿有个消息，你听不听？有话就说。既然我们都能来到这里，有没有可能别人也可以？是有这个可能。你是不是查到什么了？我根基尚浅，手伸不了太长。只是我在查1个月前针对我的事时，发现了不对劲。你知道我当年做演员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退居幕后吗？有人背后针对我。在一次吊威亚的戏份里，我差点就死了。之后我的剧本邀约总是莫名其妙的被搁，大家都讳莫如深。一开始我认为是和我同类型演员的手段，后来有一次酒局，和我要好的一个导演说漏了嘴，我才知道这些事儿啊不简单。你是我见过文戏、武打戏都非常上乘的好演员呐，只可惜上面的人要绝你的路。此话从何说起啊？于是我顺水推舟地做起了幕后，成立了曹氏武馆，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在这期间出现一个叫马奎的人和我作对，我怀疑他就是当年针对我的人放在明面上的棋子。那为什么要针对我呢？我猜测他应该同时认识我们2个，并且不希望我们走到一起。你是说大耳贼？你第一时间也觉得是他，但他死的比你还要晚啊！我是觉得，不对，我死的比你们2个都早，但我是最晚来到这个世界的。况且说，我也有可能并没有真死，现如今我的身体并没有出现像你那样的变化。世人都说温侯乃一介武夫，有勇无谋，如今看来也不见得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敌在暗，我在明，我能睡得着觉吗？我让陈丽顺着马奎的线索查下去了，应该很快有结果。你就好好的打比赛，啊！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全国自由搏击王者争霸赛总决赛！吕布，放宽心，这种级别比赛远不如你在战场上厮杀来得惨烈，你一定能赢的。行，谢谢了，梁叔。你安心比赛。陈丽传了消息回来，马奎是 M 省首富的爪牙，设局针对我们，只是为了进军 A 市的市场，是我们多心了。如此便好，否则真的是要乱套了。好好打，堂堂第一猛将，可不能输给这些花拳绣腿啊！我万事，你放心吧。接下来有请此次王者争霸赛的黑马选手吕布。吕布！
大哥，吕布和曹操确实走到一起了，不过是以曹操与叶家合作的形式。哦，曹操竟肯让利？我和三弟来得太匆忙，没来得及去查。交给下面的人去做就是了，盯紧他们的动向。曹操的手已经伸到 M 省来了。他怎么会成长得这么快？这才是他应有的水平。之前恐怕也是在暗中蛰伏。这种被窥视的感觉，应该是我太紧张了。没想到一向无往不利的我，居然也会紧张。王者争霸赛总决赛第2轮，吕布对战张飞。怎么回事？今年这搏击比赛怎么这么多和历史人物重名的？张飞对吕布，这签抽的真有水平。不是的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世上所有的巧合都有人为的手笔。三弟接受的可是现代化正规训练，应该能探出这厮的虚实。原本还想再试探试探，现在看来不用了。吕布，他是真身带着原本的体魄来到这个世界。3、2、1，吕布上！吕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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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，耶！走。三弟，如何？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，但他身上的杀气和招式绝对错不了。二哥，是全盛时期的吕布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就连他的身形、样貌、体魄都未曾改变。为什么吕布能带着原本的体魄来到这个世界？要真是这样，谁能打得过他？除非我们也把原本的体魄带到这个世界。二哥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这是在法治社会。先把消息告诉大哥，今晚就走。吕布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不愧是你。真假如何？所有的招式都是典型的现代武术，跟孟哥他们所学一致，所以这个人不像是张飞，但他眼神含有杀意，来者不善。你们说啥呢？我们现在怀疑这个世界上有跟我们一样的同类。你是说？别担心，静观其变就是。吕布晋级总决赛，咱们应该开心才对嘛。走，回去给你庆功一番。也是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。吕布，可以跟我们合个影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呦，某些人真是受欢迎哦。不得了了，咱们的布哥成大明星都有粉丝了。哎，你们就别打趣我了啊，可以的。哼。恭喜吕布进入王者争霸赛决赛。曹老板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合作才能共赢，吕布，恭喜啊！谢谢大家，
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，没有大家，也就没有我吕布的今天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呀，行了，大家赶紧坐下吧，一会儿这菜啊也都凉了。坐吧，坐。来，坐，尝尝。尝尝这个，你肯定没有吃过。来，你也吃一个。哎呀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吕布，你艳福不浅呐。哎呦，曹老板，你不也被别人辟谣了吗？说你不是喜欢人妻，而是喜欢淑女，真的吗？时代不一样了，我喜欢成年的。喝，来，布哥，我和小婵，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现在可把她当亲妹妹看，我也是真心拿你当兄弟。喏，感谢你那天出现，救了我这条狗命。哎呀，都是兄弟，不说了，在酒里干啊！快坐。孟哥，你俩可能做不成兄弟了。谁说的？布哥，以后得管你叫大舅哥喽。哎，你小子开我玩笑是吧？怎么样，情敌变妹夫，这感觉是不是老爽了？爽翻了，那可不。哎，你俩一天没个正形是吧？啊，来喝酒。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俺都听你的。咋还没适应呢？别老俺的。二弟，让你找的人找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根据记忆，和他相似的人都在这里了。行，就按照计划去做吧。三弟，你最近不要露面了。明白。小鱼，轮到你出场了。哎，老曹啊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带你去放松放松。啊，放松。哎，走了。哎呀，曹老板，您来了啊！哎呦，老曹，熟啊！飞鹰走狗嚼槟榔，街头约架人打量，潜入婚礼偷新娘。老曹，我什么没干过啊？哎，老曹，那咱们俩今天算不算逛青楼啊？你最近不是在琢磨跟叶禅求婚吗？你整天跟一群大老爷们待着，能想出啥女儿家喜欢的求婚啊？啊？这里女人多，咱也听听女人的想法，是吧？这里的女孩可不一样，人家要惊喜、浪漫，晓得不？好，多谢指点。假正经，走，老板请。请。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们抵债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必须去这里打工，直到偿还完所有的债务。不，我不要，我爸欠你们钱，凭什么要我来偿还？负债女偿，天经地义。老大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老三，过来搭把手，今天就是拖，也把他给我拖回去。放开！臭婊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哎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怎么能打人呢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他爸已经把他抵给我了，他就是我的，我想打就打。姑娘别怕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也不能当街去欺负一个女子。姑娘，将军，调
禅，貂蝉，真的是你！什么？貂蝉，你真是貂蝉！将军，你是老曹，他是貂蝉啊！这是貂蝉！我说，要想逆位也得等进了会所再说吧，我还等着他给我还债呢。还债？貂蝉，你欠他们债了？是我爸欠他们高利贷，就把我抵押给他们了。哎，我们可没有逼他啊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他父亲欠你们多少钱？怎么着，哥们儿，想英雄救美啊？也不多，区80万而已。给钱我们就走人。好，我给了，但往后你们不能再为难他。成啊，哥们儿，只要一给钱，我们立刻就消失，并且保证走得远远的。等等，不妥。老曹，进去坐坐吧，顺便聊聊。你们要不想给钱，就把人还给我们，上！想跟你们谈谈，是在给你们机会。你们想用武力解决问题，我随时奉陪，我分分钟就可以把你们撂倒。要不要试试？不敢。支付到账80万元。老板厂长，我们马上走。走，快！貂蝉，你没事吧？将军，没想到前生还能再次见到将军。来，这里是我名下的一处房产，各种的基础设施都有，很方便。老曹，大安不言谢。嗨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去给陈丽打电话，让他送点生活用品过来。好。走吧，带你去你房间看看。你且在这里安心住下，我去外面等你。将军别走，妾身一个人怕。我不走，我是去外面等着，让你好好休息。将军陪着妾身，可好？睡下了，走，下去说。怎么说？不知道。那叶禅那小丫头怎么办？我让陈丽去查貂蝉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怀疑貂蝉？哎呀，你先坐。先是出现一个张飞，现在又出现一个貂蝉，你自己想想，这对吗？昔日你与董卓翻脸，世人都说你中了王司徒的美人计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你不觉得像是历史在重演吗？不是那样的，我与貂蝉，我们是真心相爱。倘若真情里边掺杂了利用呢？那叶禅怎么办？老曹，你帮我保密，我需要一些时间。吕布，你回来了。
他这是怎么了？嗯，会不会是因为后天的总决赛而烦恼？布哥烦恼什么也不会为了这个烦恼的好吧？难道是让曹老板欺负了？哎，你们想什么呢？真应该在你们脑子里装抽水马桶，把脏东西都冲走。我去看看。将军，将军别走，妾身一个人怕。我不走，我是去外面等着，让你好好休息。将军陪着妾身，可好？吕布，你还好吗？吕布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曹老板欺负你了？你跟我说，我去帮你出气。没有，我没事儿。那就是想吃烧烤了。我真没事儿，你别担心我了。你说嘛说嘛，你说你想吃烧烤，快说快说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想吃烧烤了。那你等着，我去给你买。喂，将军，今晚你过来吗？将军，你来了。我回来了。人呢？小凤，你看到吕布了吗？没看着啊，不在房间里吗？不在啊。是不是和曹老板出去了？我打个电话问问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。无法接通。喂，曹老板，吕布和你在一块儿吗？不在，我还在公司呢。打扰了。奇怪，那能去哪儿呢？不会出事了吧？布哥一个老古董，这还真说不好。对啊，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谁啊？吕布，你去哪儿了？电话也不接。我去处理点事情，手机没电了。哟，这人不就回来了吗？还得是师姐，说找着就找着了。你们聊啊。噔噔噔噔，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啤酒和烧烤，庆祝你后天比赛顺利，旗开得胜。谢谢你，小川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进来，一会儿就凉了。尝尝这个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真香！这是你烤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么聪明。好辣啊！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王者争霸赛的总决赛现场，我是主持人小惨。下面有请我们的选手吕布。我为吕布扛大旗，无人敢与我为敌。哎呀，一路走到现在，只有你跟向晴天在争了。向晴天算什么？就算擎天柱来了，都得挨2巴掌。哎呀，你个毒嘴真是没救了，那都不是一个次元的好吗？吕布，别给咱们老人丢人呐！你还不了解我吗？这不是怕你大意失荆州吗？打个预防针。那位向晴天不可小觑，蝉联搏击王多年，需要谨慎对待。明白。
的重磅选手向晴天。一个是搏击界的新贵，以 KO 对手碾压形式取胜；另一个是蝉联多年的国际之王，一路碾压无敌手。王对王，究竟谁能夺得搏击界的冠军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晴天！比赛开始！这次吕布怎么打得这么保守？别担心，他只是在试探对手。向晴天虽然厉害，但应该不敌吕布。此人的招式虽然并未摒弃杀招，但终归是后世改良过的，可以拿下。太好了，首分拿下。5、4、3。他明明占优势，怎么还主动出击了？招式凌厉，他想以优势快速取胜，快速结束比赛。他面对搏击王向晴天，也能做到以优势取胜。布哥牛逼！好掌法！ 5、4、3、2、1 ，KO 吕布胜！太好了！属于向晴天的时代结束了，搏击界迎来了新的王——吕布。太好了，我们赢了！叶家出了个搏击王，牛逼，布哥！布哥牛逼！我要给你生猴子！去你的，哪轮得到你？哦，能否借你画图人？当然可以。新鲜出炉的搏击王，感谢为我加油、为我呐喊助威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问天散打俱乐部对我的认可、对我的栽培，感谢我的兄弟们，是你们让我在这个世界有了归属感。另外，今天我还想特别感谢一个人，是他无条件的信任我、偏袒我、接纳我，让我在这个世界深深的扎根。在我感到迷茫无助的时候，他也会给我力量，把我瞬间给拉回来。师姐，布哥这些话是跟谁讲的啊？好难猜哦。对呀，好难猜哦。我叶禅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哇！嫁给他！嫁给他！嫁给他！将军，不可以！将军是不要貂蝉了吗？
吕布，他是谁？我是将军的妻子。什么？你竟然有妻子？我去，惊天大瓜！松手，快拍呀！快拍！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去休息室聊吧，这里人多不方便。喂，你真是布格的妻子啊？是啊，我叫貂蝉，自然是将军的妻子。吕布，我知道你是人中龙凤，不会为小女一人停留，但作为父亲，我需要你一个解释。没错，这里是现代社会，只能一夫一妻。你若已有爱妻，就请放过我家小蝉。我自会给小蝉一个交代。此事并非我本意。将军莫非忘记了与貂蝉的过去，要弃貂蝉而去吗？老曹怎么还没好？将军，我以为我之前跟你说的很清楚，你非要让我给你撕破脸吗？到时候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。你说你叫貂蝉，其实是与不是，将军最是清楚。奴家知道，将军此等男子，断不可能只有貂蝉一人。奴家只求能一直陪着将军。奴家此生除了将军，谁都不嫁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陈丽，把人带进来。不知道貂蝉小姐看这三人是否眼熟呢？将军，奴家害怕。你个臭婊子！之前明明答应的80万，给我们兄弟3人平分，竟然你偏都找人把我们抓了！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休想污蔑我！将军，他们就是几个烂人，想挑拨你我的关系。你应该庆幸，你顶着这张脸。把你们之前跟我交代的再说一遍，否则你们知道我的手段的。就是他之前主动找上我们，让我陪他在会所门口演一场戏。他就不叫貂蝉，他叫于春花啊！是啊，80万一事，他要求要的，我们当时都觉得太高了，人不一定给。是他坚持要80万的，说你一定会给，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！将军饶命啊！你们不是啊！那这些关于吕布与貂蝉相处的细节资料也是胡说？好啊！你居然提前调查布哥，你是假的！带走。我和貂蝉之间相处的细节，具体知道的人甚少。说，谁在背后帮你？我可以饶你不死。将军真要如此绝情吗？不要再这样跟我说话了！将军在床上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小川，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连门我都没有进去，我却是要跟他说清楚。将军还真是个善变的男人，爱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，不爱了就叫人家牛夫人。我何时与你这般说过？小川，我之前的确有过妻子，但她早已不在人世，更并非眼前之人。我曾跟你说过，
我要做一个全新的吕布，叶家和你，还有我这群兄弟，都是我这辈子最想守护的，也是我的目标。那日我和老曹碰到了他，我承认，我当时真的迷茫了。但是我回家之后看到了你的脸，我突然之间就平静了。时过境迁，在你们的影响下，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吕布了。我今天过来，是想跟你说清楚，现如今我已经不是你口中的那个将军了，我是叶家的义子吕布。我只想好好的打拳，和老曹完成共建一个商业帝国的诺言。你呢，也应该开启新的生活，而不是在旧人的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将军这么晚过来，就是为了跟奴家说这些？你不要再自称貂蝉了，有些事情你我心里都清楚。这间公寓，如果你想住的话，就继续住着。我先走了。那我还能再相信你吗？师姐，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我觉得布哥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，而且这个女人还是假的。是啊，平时布哥怎么对待你，我们可都有目共睹的。那我再相信你一次，但你得再给我补一个求婚。真没意思，这么快就暴露。你们是谁？来干嘛的？大耳贼！文侯，你当真是变了许多呀。邝天佑，你终于舍得露面了。曹老板，老板，任务失败了。谁说失败了？明明很成功，你退下吧。是。你什么意思？凤仙，还放不下昔日恩怨吗？你要我如何原谅你？凤仙能与曹老板化干戈为玉帛，为何独独记恨于我呢？我大哥一向忠义，尔等不忠不义之人，死不足惜。就是莫要再提。凤仙，你真是让我感到惊喜。那女子是你的人，我以为你会像以前一样，没想到你竟然守住了底线。你还真是下流。想必这位就是凤仙的红颜知己。大耳贼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换个地方谈，如何？走吧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说出什么花样来。陈丽，你去让人送几杯咖啡上来。是。两世，我最佩服的还是明公，能在 A 市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打下这么大的一份基业。邝老板也不遑多让啊。大耳贼，少在这套近乎。今日你若给不了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休怪我拳脚无眼。你个三星家奴，你说什么？你有种你再说一遍！手下败将。好了，我有笔生意要同二位谈。哼，堂堂一省首富，要和只能窝在 A 市的我们谈生意。洗耳恭听。老曹，哎，先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先听听邝天佑邝老板怎么说。我想跟二位合作。你休想！哎，别那么急躁嘛。邝首富想怎么个合作法？很简单，我出资供吕布冲击超级搏击王者争霸赛，
你们让我参与 A 市这边的项目 ，A 市可是世界贸易的中心，不瞒二位，我很是有馋。你出资供吕布，他背后有我跟叶家，轮不到你来供。说到进军 A 市，那马奎早就给你撕开口子了，别告诉我你不知道。你的条件不真诚，打动不了我，合作就此作罢吧。当年之事，多有得罪。那该聊聊我们之间的账了吧？吕布不过是再被我们兄弟3人联手战败一次罢了。休要逞凶！嘿，有意思。三星下路，你不讲武德！住手！退下吧。凤仙，之前的事情多有得罪，我是不希望你们走到一起。凤仙记仇，我怕你鲁莽行事，但如今看来，你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你，你有牵挂，心智坚定，想必也不会再为难于我。我就想再问你一句，当初为何要劝说曹操来杀我？想必曹老板早已告知你答案，你又何必再执着？哎，你又何必为此事耗费心神啊？当初个个都要杀我，现如今个个又来拉拢我。老板，这你多喝点儿。大哥，合作明明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为何临时改口？不合作正好，俺瞧不起吕布那样的莽夫。A 市的位置给了曹操天然的优势，如今想横插一脚太难了。我来 A 市只是想探探虚实，并非真心合作。大哥，俺就不懂了，俺们这么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探什么虚实？曹操调查于春花的时候，顺藤摸瓜摸出了我们的身份。吕布夺冠求婚也在他的算计之内，否则仅凭他于春花一个人，想从他曹操的公寓里找到比赛现场，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？大哥是说，曹操是在用这件事打窝钓鱼，用舆论把咱们逼出来。现在网上关于吕布求婚的负面影响已经被公关掉了，他这一招将计就计，不仅打开了吕布的知名度，更是把我们炸出来了，当真是不可小觑。那俺们要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出来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？一旦曹操把我们和马奎的关系以及此次风波的幕后爆出来，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股价。没错，M 省众豪门都虎视眈眈，我们赌不起。那俺们该怎么办呢？无法，不过就是把身份摆到明面上来了，无伤大雅。说，老板，已经顺利接触到了向晴天。好，你先蛰伏下来，有需要我会找你。大哥，春花不该怎么回俺们是吧？不回，他还有大人。我刚才演技怎么样？表白的台词好生硬。哎，那效果如何吧？很好。你信不信？他现在正站在窗边观察我俩。我知道他不是貂蝉。你知道？
爱一个人的眼神是演不出来的。我还以为你这美人关过不了了呢。什么打算？我猜你想让我将计就计。可以啊，凤仙。接下来要名牌打了。把你的车给我，让我开开。驾照考下来了？行。啊。哎，我还没上车呢。你们，布哥怎么回来那么晚？等你吃饭都要饿死了。布哥，是不是跟曹老板吃香的喝辣的饱了？小川，我这么大人了，吃饭还有人等，跟个小孩似的。不过，追妻之路漫漫，其修远兮。布哥，我已经尽力帮你哄了，接下来是看你自己的了。好兄弟。走。其实我和老曹还有那个首富，我们都是同一个世界过来的。什么？布哥，你居然公开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啊！你们都知道，又是貂蝉，又是曹操，又是刘关张，你以为我们是傻子吗？哎呀，好啊！你们吃饭不等我们呀，不仗义！老板，今天有红烧猪肘子，想吃独食。哎，今天吃饭没有你们俩的事儿啊！小气！陈丽，把东西提进来。得嘞。各位，咱们的 BBQ 怎么样？什么 Q？ 你个没见识的古代人，就是烧烤的意思啊！说的好像你不是似的。小川，我想吃你烤的。你看我长得像不像烧烤哦？那像的话，可以吃吗？少贫嘴。这个也不错。对，你跟以前不一样。哎呀，陈秘书，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哎呀，那是真看不惯你，没想到现在居然能坐在一起喝酒，真是愧疚啊！没办法，可能是跟我们老板时间久了，自然而然形成了王霸之气。哎呦，你瞧瞧，小嘴真能叭叭。来，你把头凑过来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听说陈秘书是头角峥嵘之辈。我就说你为什么对我有愧疚，原来你小子在后面撸板砖。你听我说，那是误会啊！他们在说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应该是在玩什么新游戏吧？好像叫什么头角峥嵘。曹老板，咱们刚说到哪来着？哦，咱刚好聊到吕布跟貂蝉的1、2、3、4事。别，我们继续。